师的身份已被识破，现困在右仆敦王占领的城主府，恐已为他取纳。提提阿达，这是王的赏赐。这些东西拿回去吧，我不要。下去吧。是。怎么，一样都不喜欢？要让我高兴，不用搞这些花架子，送我回牢房便是。你是本王的女人，谁敢送你去牢房？你说的快活日子我不想过，我知道我困在这儿逃不出去，但你若是逼我就范，我就杀了我自己。别！你原本佳人，何苦气性这么大？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本王，本王应你便是了。你想让我乖乖听话，那你便把答应我的都兑现了。没问题。本王即刻叫人释放5名，10名战俘。剩下的那些人要吃饱饭，生病的要有人看管。没问题，本王答应你。那我也会答应你，这段时间我不会自枪，我也不会逃走，但是我要求在兰兹城内，我可以自由走动。怎么？你怕我跟你一样，说话不算数吗？你放心，在那些战俘被全部释放之前，我是不会逃走的。你堂堂胡库右不敦王，连困住我的信心都没有吗？本王应你，还有什么要求一并说出来。先前那些食物我吃不完，也怕浪费，不如你同我一起去一趟牢房，将这些食物送给那些战俘，正好我也要看看你是不是释放了足够的人数。如此甚好。别说去牢房，便是去大征的京都，本王也陪你去的。就公爷，公爷，这匹马快不行了，附近有没有驿站？赶快换吧。回禀公爷，前方20里有安卫营的铺子，手下半个时辰之前已经发出消息，命令驿站的人准备几匹快马送过来，就快到了。好，公爷，您的伤无妨。公爷，这一路来已经累坏了好几匹马了，您又有伤，不能再日夜兼程了，当心伤口崩裂。先赶往黄泉营，其余再说。公爷，方海师的身份已被识破，现困在右仆敦王占领的城主府，恐已为他取纳。备马。是。